不是，你就吃这玩意儿啊，跟你妈一样。还给我！我给你加个滤镜，等我一下。你加什么滤镜？你快点还给我！这东西吃不了，过期了已经啊。哪儿过期了？你还让我过期了？过期了啊！好，我给你道歉不行吗？我给你道歉啊！音箱你可以使用，但请你不要用这种音乐来混我的耳朵。那什么样的音乐能配得上烧孩子耳朵呢？这什么啊？这是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，是艾尔加具有代表性的作品。你把这个东西拿走！什么东西？这是我兄弟，而且我现在心灵受了重伤，我必须他们抚慰我。他们能抚慰你们，这么恶心！这是地球上最美的生物，好不好？你看这眼睛，你看这个皮肤。你不要欺负女的！玩笑吗？无聊。